后来继续来看婚林高科江湖是出大青，嘛开始来发展到男女的工艺。婚林科技大学的老师嘛带着学生进入社区，教技工，用各种天然的食物来做伊印染，帮助社区更加深入来发展女部的工艺。今年会部拍开互相欣赏，这是婚林科技大学智能地形设计服务研究中心到江湖社区办理的技工培训课程。这次为什么会排这样的课程？那我是希望让彰湖地区在社区的比较年长的可以来跟着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这一遍培训的对象包括社区技工和江湖生态各中小的家长技工团。伊认为江湖的动植物真多元。女部进前爱家己去找材料，和参与者更加灵活这片山拿，使我们的染染的技术更加精进。好，那以后客人来，我们可以带他们走到社区来做体验的游程。专心解决地形问题的跨国系学术单位，希望透过多方的串联和合作，促进社区的继续发展。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